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不断强化打压和同化政策，与此同时，以打黑势力的名义下，迫使当地人为政府做间谍。在库尔拉地区切莫县因伍斯唐乡，当局将居民召集在一个地方，让他们以投票的方式举报周围的黑势力。当局表示，通过上述方式已得到了3500多人的信息。当局所称的黑势力包括有宗教和亲属关系的团体和家族等。美国国务院顾问约翰·希底利德斯发表了关于 S-400进程的挑衅声明。这一问题一直导致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希底利德斯说，特朗普讲得非常准确，土耳其将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土耳其是承受不了的，可能被迫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此，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埃尔多安总统不顾压力，坚持从俄罗斯购买 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令人感到满意。他表示，土耳其在这一问题上受到了巨大压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内东南区普拉兰的一家夜总会外，举止一辆保时捷汽车飞驰而过，车内的枪手向人群开枪，造成1名保安死亡，2名保安和1名客人受伤入院。另一方面，德国国内情报局警告，不要低估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政事失败后构成的威胁。我无法全面了解大伊莎。首席情报官哈利登汪先生说，他可以随时在德国发动攻击。此外，俄罗斯特种部队在西伯利亚的丘米市组织了一次针对伊斯兰国的行动，杀死了2名武装分子，并防止该组织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袭击。据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利比亚最新的冲突中，截至目前已有121人死亡，伤者达到561人。声明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将向利比亚发送医疗物资和人员。利比亚东部军阀领导人哈夫塔尔为攻占首都的黎伯利，而曾于4月4日发出袭击命令。此后，和被部署在首都的全民和谐政府的军队发起了回击行动。首都的黎伯利及周边的冲突10天以来一直在进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耶路撒冷州长阿德南盖斯是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的18人之一，据说他曾本年2月份也被逮捕的，但是当天在一个以色列法庭上释放。